继续来看唐祖贤甲花莲县政府地动救灾假付的争议。部分期讲，伊无收到唐祖贤假付的善款，唐祖贤是引用着马太福音来反驳，讲倒手无需要知影正手所做的善事。这个7000万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花莲县政府没有收到这个金额，大额捐款的都有致赠感谢状。那我们也保住他的颜面，在2018年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事情，只要他愿意跟花莲人民道歉，我们会撤回告诉。这个是政治上习惯混淆了啊，怎么会1块钱都没有收到呢？500万的善款也是花莲县社会局是一个救灾专户啊。花莲地动捐款的争议，两边继续伫咧相斗。好笑董事长唐祖贤摕真侪张捐钱收起，强调2018年和2024年两摆地动，拢总捐9972万，伫要上缴。其中54%用个人名义捐的，另外46%是由好笑集团捐的。也就给民间的基金会的也算花莲县政府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数字很可笑。最自证其罪的就是他有捐给3个花莲县的学校，那不是说我们不准他捐学校吗？他说是对花莲县政府的不信任，但我们很好奇，他是不是对卫福部也不信任，所以没有捐给卫福部。故意去找说卫福部的专户没有找到，为什么只有去找2个专户？然后找那2个专户找不到，就说他没有捐款啊，故意把我讲成说他只查到什么500万捐款这个东西不符实情。保管机翁仔某为着讲家己是前辈，已经要甲考，唐祖贤伫咧投票节5天前公开对外表态，伊讲家己袂去主张赞成或者是反对规个大罢免，伊的关注嘛未超过花莲，站出来支持罢免保管机，是因为伊真疼惜伊的故乡，嘛是身为花莲人的责任，那伊嘛捌为着这件代志上过代价。类似马太福音所说的，左手不需要去知道右手所做的善事啊！以前那么多年了，还要被逼着去找收据啊，实在是有一点有一点难过啊。唐祖贤强调对公共事务正直并良心咧做，搁一摆为花莲罢免选举增加未少变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